介绍县长来，我想说，县长怎么会知道我有办活动？我们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也没邀请他来。心中的很多矛盾就在那时候突然纠结了起来。刚好那时候哥哥他们在带团跳丰年祭的舞，你们有没有印象？有。浴室介绍现场的出现的时候，歌声停顿了那么0.1秒。之后，哥哥很有勇气的继续领唱，而你们也很有勇气的继续打唱。那0.1秒之后，我就知道你们的立场在哪里。台东真的很漂亮。这些好山好水啊，陪着我们的祖先一直到现在。我们老人家讲说，土地永远是土地的，人只是这段过客的。应该要让美好的事情继续留给下一代的子孙们。我很难想象，如果台东，如果都兰变得像垦丁一样。本来很漂亮的海边，全部被房子挡住了。你要看海景第一排，他就要跟你伸手要钱。我不知道，可是你们现在在这边走啊，这些海景都不用钱，有没有感觉？上帝对我们很好。我一直鼓励我的拉铁友。来这边一定要住民宿，当民宿壮大起来，如果你住饭店就壮大起来，接下来就会有第2间饭店、第3间饭店、第4间饭店、第5间饭店，以此把饭店把所有的海岸线遮掉为止。那你还会觉得理所当然的看海景第一排要钱，你不觉得很可悲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每次参加那种抗议的活动，我都很难过。如果我有能力，我要出去选举。这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的方法，万一我被立法委员质询怎么办？我想唱歌，就是要让那些本来没有感觉的人，感觉到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。在10年前，应该10几年了，11、12年，多少的年轻人陪着我们的长辈，那时候看到一起去东河乡公所前面抗议。第一次，我那时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抗议的活动，很紧张，很像在做坏事。殊不知，老人家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这才是正义。怎么我是坏人，然后盖饭店的人是好人？也不是说盖饭店不好，我只是说的态度，你要的是什么？你用什么方法来经营这块土地的？是盖一个很巨大的建筑物，还是让这边的土地，让这边的人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做好自己？帮阿米斯音乐节其实也没什么，把那些明星抽离出来，其实就像喜酒一样。真的啊，没有骗你。
这是我们会的，就是我们部落里面这些家人、这些叔叔啊、弟弟妹妹会本来会的事情。为什么到外面就觉得这件事情不行？演唱会就一定要明星，音乐节就一定要财团赞助，不懂。我内心有时候纠葛，可是我一直在想说，有没有更大的智慧告诉我这件事情，我要有什么样的作为？你们是我最好的实践者，因为你们来了，证明这一切，谢谢你们。海风吹过，树叶婆娑，歌声中来没有停过，快乐许多。不知以后有谁来爱我？很老太多笑耳朵，由我来报数。别在腐烂的土地上轻易地戳着，这个感觉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不快乐之前先别说出口。树叶婆娑，歌声从来没有停过，快乐许多。不知以后有谁带来我？更老太多笑我来报数。别再胡乱的努力上轻易地说着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不爱你之前先别说出口。别在腐烂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，这份感情太过朦胧，我还不能够承受。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，在不快乐之前先别说出口，在不快乐之前先。